笼的吸带箱，每笼分装2至6只，大小不等的名贵猫，数量近200只，包含俄罗斯蓝猫、布偶猫、波斯猫、美国猫、短毛猫、英国短毛猫等各式名贵猫种，价值高达新台币1000万元。团长坦承，在澎湖外海象不知名的船籍，结果尚未收到报酬即遭查获。来，不要碰。啊，我管你啊，呀，给他钻下去啊！还好我想说，烤肉不够，好，你乖乖，你乖乖，你乖乖，忍耐，忍耐，你忍耐。这2只猫怎么办？你不叫我带回去哦。搞不好就是跟你们有缘呢。哦，互相了，互相了。好 ，OK，好，不会不会。